依家不如睇下心儀妹妹嘅一字馬，不如你依家線落嚟啦，線一字馬或者大字馬。哇！你嘅大字馬相當直啊，睇下你維持到幾耐。如果你哋現場嘅觀眾的話呢，睇咗呢，就幫我哋數下佢維持咗幾秒啊嚇，同埋你哋跳舞學咗幾多年，或者你哋一字馬學咗幾耐先識呢？你不要咁樣趴，唔係呢，你等陣呢，你考得差呢，啲觀眾呢認得你呢，就話你之前都可以維持咁耐，冇理由依家維持唔到咁耐。相當你哋應該仲記得呢，之前嗰個小朋友係佢嚟嘅，佢之前自我介紹過話佢係黃心怡，佢係5歲嘅小朋友，應該你哋都記得啩？他嘅一字馬或者大字馬學得相當快，而家就一早就識咗啦。依家呢，佢學得呢係相當快㗎。當然我呢學咗1年我先識，但是呢，他係厲害過我。哇！好勁啊！你依家維持咗1分36秒、37、38、39，你都好厲害喎。雖然你依家呢個叫大字馬，但我遲啲可以叫你一字馬。雖然我一字馬都不算直，但呢，他的大字馬是大字來的，是直個大字。如果這樣看的話，好像一詞。如果你們呢這樣打橫變成咁樣看，就好像一字馬啦。你哋咁樣睇，你哋打橫佢就似大字馬㗎啦，或者叫一字馬都得。而家2分19秒啦，你哋即將你好快就會完成㗎呢個位，好勁啊！依家得2分鐘38秒啦，39、40啦，相當快嘅時間。攰唔攰啊？請問？唔攰。你鍾唔鍾意呢大字馬或者一字馬？鍾意。咁你呢跳舞學咗幾多年啊？定你沒有學過㗎？有學過。學咗幾？